can try one more time. 哦，你是拿着你高的五本，没有，那是没有。没有，其实我很气他，我说我不想做出来，因为我要做旁边要挂东西，他就坚持，原来他是男的啦。那你可以自己开车啊，为什么你要可以挂东西呢？我就是要坐这里啊。他就是不爱做啊。坐下，就先坐下。没有，我现在才知道他是很可怕的人。要离远一点，太可。